今日3台筍貨上架，江淮瑞靈2台帶尾板，1台冇尾板，咁啊各有風采。呢台18年6月份3.0懷柴，呢台唔帶尾板嘅就49,800，2.2米內闊，2.25米內高，有興趣嘅可以過嚟睇。今日呢一台19年帶合法尾板，亦都係2.2米內闊，咁得天獨厚。有尾板有需要嘅可以睇一睇呢台。咁呢台咧就58,800，呢一部咧又係18年嘅，又係帶合法尾板，咁亦都係同樣嘅年份，同樣嘅配置。呢台係53,800。對呢隻江淮瑞靈有興趣嘅，可以過嚟現場了解下，再睇埋個車尾。車就喺廣州芳村。啱嘅可以私信嗱，大尾板合法尾板，連手唔使拆裝，咁各有特色，隨時睇車，俾少少亦都可以揸走，買賣二手車揾我就啱啦。